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7天的共读。今天要请慧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主，谢谢你，在每天清晨我们迎接新的一天时，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主赐下平安喜乐在我们的每一天，也求主赐给我们渴慕的心，在每天的圣经共读时间里，能更加的明白主的话语的力量，帮助我们有坚定的心，不受试探。我们将以下共读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25章看见大卫他与邻舍保持好关系，他带他的部下主动关心社区，维持社区的秩序。但拿巴爱钱财，轻视大卫他现在的处境，并且羞辱大卫他的忠心。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爱主，借着智慧跟勇气来解救，拿巴的家族事业。拿巴赔了夫人又折兵，也折寿。那10天不到的时间，就被上主来击打。而大卫也因此而娶了第3房，就是艾比该，也就是亚比该。我们今天要来看26章，26章接续的是24章，大卫饶扫罗的命，但是中间插了25章的插曲，除了告诉我们撒母耳去世，也告诉我们拿巴他就是扫罗的缩影。那我们接着请慧兰执事带我们来读26章的第1节到第5节。第1节，有人从西弗到基比亚来见扫罗，向他报告大卫躲在犹大荒野边缘的哈基拉山。扫罗马上带以色列的3000精兵到西弗荒野搜寻大卫，他们在哈基拉山路旁扎营，大卫还在荒野。当他知道扫罗已经领着军队来到的时候，他派探子出去侦查，证实扫罗果然到了。大卫立刻动身到扫罗的营地，找到了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觉的地方。扫罗睡在军营里，他的部队在他周围扎营。那我们从23章知道扫罗追杀大卫，大卫来到了西弗是第9站哦。那但是呢，从23章到现在26章，西弗人还是想要得到扫罗的奖赏，而且西弗人还是在犹大地区所以说是扫罗的宗亲。但是呢，他们来向扫罗报告大卫还躲在这一带附近，扫罗呢又再度的动身所以24章，扫罗呢，大卫饶了扫罗的命，扫罗痛哭流涕，然后承认大卫比扫罗公义，而且愿耶和华以善回报大卫。但是显然扫罗他还是心中没有要饶恕，没有要放过大卫。所以当有人来通报的时候，扫罗是变成是习惯性的要来继续追杀大卫，同时又再挑了3000的精兵那到西弗旷野要寻索大卫。所以大卫可能也知道扫罗没有会饶过他，所以大卫继续躲藏在这一带地区。那到了西弗旷野的哈基拉山哈基拉的意思就是暗或是深色、浅黑色或是邪恶的山那位置不清楚但就在西弗旷野的一带。那从这个地图当中可以看到，西弗旷野、马云旷野都是大卫从这个摩押回来在隐基底，然后他可能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的地方，南境的地方，在这边来躲藏扫罗。那但是当扫罗来追寻大卫，这次大卫不是跑到更远的地方扫罗知道大卫来了，先派探子去探听，那证实扫罗果然他扎营的地方。第5节讲到大卫就立刻动身到扫罗安营的地方那所以在这里看见大卫跟前面的
的态度不太一样。过去是扫罗到哪边他就到哪边，好，甚至正在同一座山，好，那大卫就是一直给扫罗来追着躲。那但是这次大卫是主动到扫罗安营的地方。那这个安营的地方呢，好，既然要到敌军当中，好，要通过3000个精兵啊，好，这里讲的是扫罗挑选的3000的精兵，所以大卫怎么样穿越3000个精兵，然后可以直接到这个阵营的当中，扫罗的军营，还有这个尼尔的儿子押尼尔啊，好，那押尼尔就是这个扫罗的侄子哦，好，那他直接到他的当中，好，那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好，那再请慧兰执事带我们来读第6到第12节。第6节，大卫问赫人亚希米勒和喜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弟弟亚比筛：“你们2人谁愿意跟我到扫罗的营里去？”亚比筛说：“我愿意。”当晚，大卫和亚比筛进入扫罗的营里，发现扫罗睡在营中间，他的矛插在头的旁边的地上，押尼尔和兵士围着他睡。亚比筛对大卫说：“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了。现在我用他自己的矛刺穿他，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扎在地上，用不着刺2下。”可是大卫说：“你不可伤害他，谁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上主一定处罚他。”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发誓，我知道上主自己会杀扫罗，在应该死的时候死去，或者死在战场。上主不准我伤害他所选立的王，我们拿他的矛和水罐走吧。”于是大卫从扫罗的头边拿走他的矛和水罐，然后跟亚比筛离开的。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一个醒来的人也没有。他们都呼呼大睡，因为上主使他们沉睡。大卫和另外2个人呢，一个是赫人的亚希米勒。那亚希米勒我们在前面21、22章读到的，亚希米勒是祭司啊，在挪伯城的祭司啊，但是他已经死在以东人多益的手下。但是赫人也就是以东人，也是以扫的后代啊。那但这有另外一个亚希米勒，那这个人在圣经就只有出现这个一次啊。那但是他英勇的行为和大卫潜入敌军阵营当中。另外一个是喜鲁雅的儿子约押，那这个喜鲁雅是大卫的姐姐或妹妹。好，那喜鲁雅他的儿子约押，所以约押对不起，好，约押的兄弟亚比筛哦，好，所以约押、亚比筛还有亚撒黑，好，这3位呢是兄弟。好，那这3兄弟呢，后也被到撒母耳记下的23章被称为3勇士。好，历代志上我们去年读到11章，好，也是称这3位是3勇士啊。那这个亚比筛，好，亚比筛的意思就是我父是耶西，好，或是我的父亲是一个礼物啊。好，那他都是耶西的孙子。好，那要叫大卫，要叫舅舅，叫大卫是舅舅啊。好，那所以大卫带着这2位，一个是赫人亚希米勒，一个是侄子亚比筛。好，那跟他一同进到这个敌军当中啊。那第7节好，讲到当他们进到敌营当中的时候呢，扫罗就正睡在军营当中。那睡得很熟，从最后1节12节可以知道，是上主使他们全军都沉睡哦。所以3000个精兵，照理讲应该是会有守夜啊，保护这个王的安危啊。但是3000个人居然都熟睡，所以让大卫跟亚比筛能够轻易的就来到了扫罗的身旁啊。那押尼尔呢？对，亚比筛押尼尔和扫罗睡在这个周围。
好，那亚比筛对大卫建议啊，说现在就是神好把这个又一次把扫罗交给你，好，你可以直接，甚至不用2下，好，就是一次，好，一次就可以要他的命了，好，所以不用第2次，好，就是可以很快的，就是一刀毙命。但是呢，第9节大卫呢，好，再一次拒绝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可伤害，好，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对于扫罗，虽然他好几度要来追杀大卫，但是大卫仍然不愿意动手来害他，好，连割他的外袍的一角，大卫都会觉得自己是有亏欠，所以大卫又再一次说，好，他向神起誓。好的，除非扫罗被神击杀，或是上帝让扫罗的死期到了，或是在战场上面阵亡啊，否则上帝不允许大卫来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26章、24章，好，2章非常的密集，好，也是非常的接近，短短的时间当中，那大卫都有机会好来要扫罗的命了，但是这一次大卫显然是又更加的有勇气哦，他直接来到敌军的阵营当中，又来到扫罗的身旁。上一次是一个巧合，好，这次是他主动，所以大卫呢用有智慧的方式，好，拿走了扫罗的水，还有他的武器兵器啊，好，那这都是对一个战士来讲好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好，但是上主就让他们呼呼大睡，好，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没有人醒过来。好，接着再请慧兰姐带我们来读13到16节。大卫越过山谷的那一边，到了山顶上，隔着相当的距离，然后高声向扫罗的军队和亚尼亚喊叫：亚尼尔，你听见我吗？亚尼尔问：谁在那里乱叫，把王吵醒？大卫回答：亚尼尔，你不是以色列中最强壮的勇士吗？你怎么没有好好的保护国王，你的主人呢？有人说，刚刚进到营里去，要杀你的主人了。你失职了，亚尼尔！我指着永生上帝发誓，你们都该死，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主人，就是上主所选立的王。去看看王的矛在哪里，他头边的水罐在哪里？好，那这里也是一组对照，扫罗跟他的侄子，好，就是他叔祖的儿子，跟大卫也跟他的侄子是他这个姐妹的儿子啊。好，那这2组的对照，那也看到这个亚比筛呢，好，还有之前的这个赫人亚希米勒呢，都是来跟随大卫从400人到600人当中，好的这些非常的勇敢的，所以也是大卫是从600人当中，好，最后挑出这2位，这2位当中，好，又来挑出了亚比筛，好，而这位亚比筛和大卫的关系，好，是非常的亲近，好，那也不是只有亲近关系亲近，好，他也是勇士，好，甚至后来被记载是3勇士哦。那我们一直读到撒母耳记下，好，那还会继续看到这个亚比筛，好，跟这个现在的亚尼尔，好，这2组的对照。那后来亚尼尔呢是死在亚比筛的手下，好，那所以他们都曾经是一起来效力大卫啊，但是最后因为这个亚尼尔杀了这个亚比筛的弟弟，好，所以亚比筛就为他的弟弟来报仇啊。那当大卫和亚比筛好拿到了这个兵器之后，他们就到这个哈基拉山的另外一边，好，然后站在山顶上，好，那跟着距离很远的地方，那用呼叫的方式，好，呼叫敌军的阵营呢，好，所以要向3000个人叫阵，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好，因为3000个人可能随时都冲过来追杀大卫和亚比筛，好，但是呢，好，大卫直接呼叫了他们扫罗的元帅，好，亚尼尔。说亚尼尔，你为何不回答呢？好，那就是好，你为什么好还在睡呢？那亚尼尔说你是谁？好，竟敢呼叫王？那大卫就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大丈夫吗？好，最强壮的勇士，在以色列中谁能够跟你相比呢？好，扫罗是高人一个头。
那所以他这个扫罗的侄子，好，可能也是外形也是非常的魁梧啊，好，那可能有这个家族的遗传。但是呢，百姓中有人要害死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你主你王呢？好，所以大卫在这边好嫁祸，好，在这个亚尼尔的身上啊，好，那他不直接责骂扫罗，好，因为大卫知道扫罗是上主的受膏者，好，他连责骂他也不敢责骂他，好，但是他直接转移到好亚尼尔的身上啊。那大卫说：“我指着你做这事不好，就是你没有尽忠，好好的来照顾你的主人啊，你失职了。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们的主。这个主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王旁边的枪和水壶，兵器在哪里呢？所以大卫就把这个瞬时间呢，在短短时间来让大家的焦点在这个亚尼尔的身上啊。接着再请慧兰姐带我们来读17到20节。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音，就问大卫：“我儿是你吗？”大卫回答：“我主陛下是我。”然后又说：“王啊，你为什么还在追捕你的仆人呢？我做错了什么？我犯了什么罪？陛下，请听我说。如果上主使你敌对我，我愿献祭给他，好挽回他的心意。如果是出于人的阴谋，愿上帝诅咒他们。因为他们把我赶出上主赐给他子民的土地，要使我流浪外国，拜那里的神明。求你不要让我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远离上主。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要出来杀我，像杀一只跳蚤呢？为什么要射杀我，像射杀一只野鸟呢？好，那扫罗后来接着回话，表示这些沉睡的这些军营呢，全部都起来了。好，那扫罗呢，好，马上又呼唤大卫，我儿大卫啊，所以他一方面又来追杀大卫，但是当他听见大卫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又忍不住叫他我儿大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心中的矛盾啊。那大卫也回应说我主我王是我，我主为何追赶仆人？所以这时候大卫再次运用他的口才，然后来向扫罗来说之以理啊，说如果扫罗要追杀大卫是出于耶和华，那愿耶和华就喜悦扫罗所击杀的供物，就是杀了大卫能够把这个祭献给神，愿神悦纳。但若不是出于耶和华，是出于人，愿背后这一些人受咒诅啊。其实扫罗的背后有谁有谁告诉扫罗要来追杀大卫？没有，全部都是扫罗自己个人的因素啊。但就是因为这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这句话开始，这首歌开始，就让扫罗陷入疯狂。所以，但是大卫呢，他也不敢说你扫罗你疯狂了。而是说，若是出于人呢，其实这个人呢就是扫罗，而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扫罗面前还是为扫罗留情面呢。他们今日赶逐我，不让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中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所以这些人呢，寻索大卫的命。那因为后来这样，所以包括以东人多益，包括西弗人，他们都为了巴结扫罗，讨好扫罗，或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啊，所以就一起跟着扫罗来追赶大卫啊。其实最后背后的这个驱使的都是扫罗。你去侍奉别神，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让大卫到圣所，不让大卫到上帝的面前呢。所以这一句话呢，好，可以对照的是诗篇43篇呢。
诗篇43篇是流亡异乡者的祷告。好，那43篇说第3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信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第4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赐我喜乐的神那里。好，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谢你。好，那虽然这一首43篇不是大卫的诗篇，但是可以反映大卫的心声。大卫他一直无法来到上帝的祭坛，无法到赐他喜乐的神那里，无法在神的面前来弹琴，来称谢他，来敬拜神了。好，那这个43篇、42篇，好，都是一组诗啊。好，42篇我们也很熟。好，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啊。好，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当大卫他被扫罗被人陷害，好追赶，好他一直离神非常的遥远，好那没有办法离神亲近。但是呢，大卫却在这个地方面对扫罗说，有人害他，甚至让他要与神相离啊。好，但是20节大卫说，现在不要使我的血流在远离耶和华的地上。所以大卫知道他已经离教会离圣殿很远。好，但是呢，他祈祷他能够继续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到神的祭坛，因为以色列王出来只不过寻找一只跳蚤。那24章大卫有说自己像是一只死狗，就是流浪狗，是一只跳蚤，是不洁净。还有说如同这次以色列的王出来，又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只野鸟，和本翻成鹧鸪鸟。鹧鸪鸟，那鹧鸪呢的希伯来文跟14节大卫呼叫亚尼尔，那个大声呼叫是双关语啊，就是谐音。好，所以大卫呼叫变成大卫变成是一只鹧鸪，是一只野鸟。好，那我们从中文完全看不出来有这个意思，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这是一个谐音啊。好，接着再请慧兰姐带我们来读21到25节。扫罗说：“我错了，我儿大卫，回来吧，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因为你今晚保全了我的性命。我真是个糊涂人，我犯了大错。”大卫说：“陛下，这是你的矛，请吩咐你的一个随从过来拿。上主赏识信实正义的人，今天他把你交在我手中，但我没有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愿上主像我今天保全你的性命一样保全我，使我脱离所有的灾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上帝赐福给你，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于是大卫离开那里，扫罗回家去了。好，那我们发现扫罗的特质呢，真的是很会第一时间认错。那这可能也是他是有这种对自己自信不足，或是他觉得小看自己。那他是支派当中最小的，又是便雅悯支派当中中除最小的。虽然他长得这么样的高大，所以有时候这个画面呢，会让我们看起来有点讽刺。这么高大的人，那但是却常常对自己很没有自信。那但是扫罗的优点是容易认错，承认自己的错。但是缺点就是当他认错之后却没有悔改。好，那我们之前有提到，那所以在15章当上帝要扫罗杀亚玛力人，好，那在15章的24节30节，好，扫罗也是2次的向撒母耳向上主承认他错了，但是他却没有悔改。好，他只是怕人不怕神，没有真的怕神。那他继续扫罗呼叫我儿大卫回来，我不会再害你。所以扫罗在这边邀请大卫能够跟他回去。那如果你是大卫，你要跟他回去吗？那但是大卫已经把这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楚。好，那扫罗说：“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啊。”好，那大卫真的可以一刀要扫罗的命，但是大卫只有拿走他的水壶和兵器。好，那这对一个战士来讲就等于是一个阵亡的意思啊。所以大卫又第2次的饶了扫罗的命。大卫说扫罗说：“看哪，我是个糊涂人，我犯大错了，而且是大大的错了。”
好，那真的扫罗他知道他不应该，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22节大卫的回答说：王，你的兵器可以吩咐你的仆人来拿去，但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所以这个在前面24章大卫已经讲过一次，现在仍然讲过一次，耶和华必照个人公义诚实报他。好，所以大卫也没有把自己强调自己就比较对，好，就是只要愿意以他这大卫是就是站在上帝那边的才是真正的公义者，好，不是大卫和扫罗选一个，而是站在神那里。看啊，今日我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照样看中我的性命，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啊。好，所以这也是大卫的祷告，也是他的祈求啊。好，大卫他运用上帝给他的时机好机会，让他能够来仰望神啊。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的42篇、43篇，这2首都不是大卫的诗。但是这2首的后面呢，都说应当仰望神，我要称谢他，我要称谢拯救我的神啊。好，所以这都是42篇、43篇，也是在这里大卫的心境。好，那他知道神拯救他，即便他离神的殿、离神的会幕很远，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但是仰望神。而扫罗呢，最后一句话，我儿大卫，愿你得福。所以总共3次，在这个事件当中，扫罗3次呼叫大卫是我儿啊。好，那表达亲密的意思，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啊。好，那这个现代中译本说，你所做的每件事都会成功啊。好，所以这个是父亲对儿子的祝福。好，那虽然扫罗再怎么样不情愿，但是呢，毕竟大卫又一次的饶他的命，好，上一次已经很丢脸了，好，这一次呢，好，他实在没有办法，好，在知道这个大卫对他的心意啊，好，所以他实在是非常的羞愧。那但是呢，后来大卫离开，好，那扫罗也回去，好，大卫显然没有要接受扫罗的邀请回去啊，好，不过这也是2个人最后一次的见面啊。那23章18节是大卫约拿单最后一次的见面，那26章的25节是大卫和扫罗最后一次的见面。好，那撒母耳记上就即将要结束，好，那我们也会在结束的时候看到，在这一次的分手离开之后，那扫罗约拿单都在同一个战场上，那都在同一天当中，都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啊。所以撒母耳记的作者把这个故事情节写得非常的仔细，看起来非常像是一个戏剧，但是这是背后都出于上帝的手。那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大卫的同胞一次又一次的想要出卖大卫，为了要得着奖赏，但是大卫这次呢是由被动化为主动，深入到扫罗3000个精兵的阵营当中。那在绝佳大好的机会下，但是大卫在跟像亚比筛在上帝的面前再次拒绝来杀害扫罗上帝的受膏者，而扫罗又再一次的羞愧交加，那也不知道是心甘情愿或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他祝福了饶他的命的大卫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阿爸父神你要我们饶恕人，天父就饶恕我们耶稣也要我们学习饶恕人的过犯是70个7次求主帮助我们在饶恕人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圣灵的感动，也能够有出于神的心意我们都是重罪，都是被耶稣所重价赎回的当别人欠我们10两，我们应当要记得我们亏欠耶稣1000两、10000两让我们愿意学习主耶稣的饶恕因为主耶稣说我们若不饶恕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我们
求圣灵帮助，让我们心中能够交托学习将让耶和华为我们伸冤，听凭主怒，这样就是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同行，让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你要为我们摆设宴席，在我们所害怕的事上，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面对这些的困难，甚至能够来到困难的中间。来解决困难，来胜过困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谢谢慧兰姐，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